歡迎嚟到今日嘅新聞。和原市將於2025年5月15日更新。首條取消的路線是木警巴士路線12。因道路設計限制，12號線未能覆蓋更多地方，導致長時間客量偏低。只在平日繁忙時間服務的路線 10X 提供更頻密的班次及服務範圍更大。12號線在繁忙時間也未能獲得太多客量。路線36將在2025年5月15日提供和原區至啟怡區的 8.4 元雙向分段收費。受影響乘客請選擇該路線，不便之處，敬請原諒。呢啲就係今日嘅所有新聞，再見。